就起头就倒，倒甲上帝同在。就起头就倒，倒甲上帝同在，倒就是上帝。耶稣对起头以前，就甲永活的上帝三角天地，借着3年外，伫地上的宣教事工，向世间人指出这位慈爱的宇宙创造者，也邀请因用信心活出甲上帝联合的使命。真侪人拥护这位卑微的先知，甲伊的信息，也相信伊是迄位因久久地听候得要来的弥赛亚。当耶稣甲伊的学生要入耶路撒冷城，过犹太人的搬过节，众人下客伊，佮喊话讲：何山啊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而来的，看上帝的圣羊羔。
即个搬过节期，伫耶路撒冷有真侪欢乐的节庆，相时也有真侪安静的反省。以色列人伫即时回想世世代代上帝的信息。耶稣也甲学生做伙用搬过节的宴席，回顾过去，存着感恩，也搁较确定上帝就伫生活的中间。毋过，因警觉着有代志要发生啦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我真愿意伫受害的大生，甲恁食即个搬过节的宴席。我甲恁讲，我也无搁再食即个宴席，直到成就伫上帝的国度。”因伫食的时，耶稣摕饼来祝谢，就掰开，分互学生讲：“恁摕去食，即个是我的身躯。”佮按你旁杯祝谢，摕互因讲：“恁拢着啉伊，因为即个是我立约的血，为着侪侪人来流出来，直到罪得到赦免。”
食了后，因唱诗歌，就出发去橄榄山，来到一个叫做克西马尼的所在。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恁坐伫遮，听候我祈祷。”伊就聊聊啊静静，心极艰苦到要死，面趴伫地里祈祷讲：“我的爸啊，若话做得，就互即个杯离开我。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”
在逾越节筵席之后，短短几个小时，耶稣被一个亲近的门徒卖了，让一群暴徒抓走，用假见证陷害他，由宗教和罗马政府的领袖判他死刑，要和2个强盗同钉十字架，兵丁戏弄，嘲笑他。那些认识他的人背弃他，他像羊羔被带到宰杀之地，来到一个地方叫呼罗地，就在那里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约在深处，遍地黑暗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
安息日将近，7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面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在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，已经复活了。赞美复活主！”主宰，奉献心灵在主面前，如同花朵向日开，愁无阴云，罪恶忧伤，仍旧救主消除尽。万物愿永乐之主，赐下光明满我心。天野生灵，地谷高山，人最